国家先期研究园区第2018年启用，有47间的业者进驻嘛创造2400外的工作机会。也毋过南港嘛愈来愈塞车，中央补助台北市政府设一条另外道路，伫去年淡江路，今仔是举行崩坑的贯通典礼。官手甲最后一道壁讲破了，代表南港崩坑拍通。施工团队自洞口行出来，现场大家拍扑啊庆祝。国家先期研究园区2018年启用，有2400人来遮上班，增加就业的机会。因故也造成南港的交通恶化。台北市政府规划国家先期研究园区的另外道路工程，配合东区门户计划，由中央出21亿，建造一条长差不多716公尺的崩坑，通过中南山，希望会当疏导南港地区的交通。2022年开工，经过2年找到崩坑拍通。它最重要就是能够串接我们忠孝东路7段以及研究路1段130项，也就是未来我们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就可以非常便捷的连接到包括我们捷运南港站、南港转运站。台北市已经几多年无往崩坑，就万咱讲。顶一遍做这种另外道路已经是20几档进前的代志，这边拄到真侪困难的挑战，也毋过施工团队拢一项一项克服。南港崩坑未来毋但是当消透当地交通，也能作为风台期间防灾代替道路。林苗聪也讲，南港崩坑的特色就是适合独立的行人加自行车的车道，做到人车优先。那除了人行，还规划了自行车道，这个衔接到我们的捷运站。我想对我们周边地区的民众日常的一个通行，甚至是上下班时候的一个通行，都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选择。东区的门户计划主要就是要串联这个中研院还有这个国家生技园区，以及前一阵子成立的这个台北生技园区。南港崩坑拍通了，还佫剩最后一里路，北拓关研究院路口。会当帮助提升园区的交通方便性，建造一条健全南港区域的交通网络，以便2025年进行完工。记者综合报道。